乡亲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乐咧个节目。哇，两个礼拜了，乡亲朋友咧讲嘛个咧，而且你个乡亲朋友大家咧看戏咧哦，两礼拜五、两礼拜六看嘛个戏咧，戏中别哟，名有没谈到按特别咧，所以今晡日头大家好好咧讲一下，你绕墙都系俩出戏个编剧、投染、中巧欣赏分享。大家好，我系中巧。才是剧团的团长耶！今日真言吼，昨天讲系替拜跟钟乔老师哎呦面对面做的大追顾，我觉得真的很荣幸哎。对，因为感觉上已经当钟乔老师的粉丝哈，有一段时间嘞，不过没有真的亲自跟老师聊过天，真言。因为跟老师聊天可以学习到后续都听懂的东西，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不过今不应该有跟钟乔老师讲，我今天话不能太多，要多听老师分享。不过吼，节目一开始。是同大家来讲的，其实是露骨演绎，对。然后老师就讲说：“哎呦，露骨演绎，老师你要帮我们念一下嘛。”千里条路三五步，百万军兵六七杀。老师，你真的读得很好哎，有标准吗？有标准，亲有密西。其实要讲的就嘛因为今天同大家来讲哎，我们今天要介绍老师新的作品，其实是一部舞台剧。不过要讲的嘛以前给你真言亲有意思哈，看以前给你露骨演绎留下来就按容易，给当时大家还没多看戏。批判他看戏嘛，对不对？不管传统戏曲啊嘛，台戏什么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只要讲到像是哇，那个路途很遥远，有没有？你看现在拍戏是真的要拍出那个时间感，不过给龙子就是3、5步就走到了，对。黑公你要拍千军万马有没有？要还有动画可以做，不过给龙子周一给时间哦，唔黑哦，6、7、8就对做代表千军万马，戏剧的神奇。对，所以你看到那安永跟 Hika 跟世界，其实那种很有意境，我也很喜欢看那种感觉，那是一种氛围跟一种表示。在一个空间里面可以展现不一样的很多空间，是这个就是戏剧，和电影不一样。真的，所以姑说你看以前公鸭露骨演绎很有头理的哦，对不对？很有道理，有道理哦，真的懂演了。你看真的哈，你看跟老师聊天就真的觉得哇，老师可以分享好多的事情。不过给不给，其实真的亲欢喜都得。请到老师来都鸦片同他敢来讲，先跟老师说哇，太棒了！这个礼拜五、这个礼拜六，3月6号、3月7号的7点半，在台北宝中央国际艺术村善商拱冲，我们有一个很棒的舞台剧要登场了，戏中必，戏中必。戏中必，对，我们先跟大家讲，因为按 key 没有给一张名哎，老师我们细说从头好了，从他本来从文学作品到现在这一部戏，因为医生5年前啊，嘿，我就下的，那时候写成一个中篇小说了，对，小说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也编了一个电影剧本，今年呢1994年的时有得到那个新闻局的那一个最佳电影。剧本奖是，对，他也剧本哦100，嘿，25年以后啊，等我改咗咗人也戏剧的表演，所以他从小说到电影剧本，压变舞台剧本，然后表演，酝酿了25年。但这中间有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很多东西也是慢慢酝酿，近乡情趣啊。哎呦啊，有给讲过哦，真的。对啊，就那种相年的省下米，一东西啊，你会想动刀，要个拿出来嘛。对，会想动。而且公司采访25年前下安有给东西，给律师给讲述，同25年过后再看那个时候的写的东西，跟时代、社会、人自己整个客观条件、环境也都做了很多的改变。讲述为某空用，重新反刍，重新阅读，然后再重新给大家一个新的诠释。对。不过哈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大家会觉得戏中必，你看看到大家看到海报就知道，你看这是背影，必这个字，其实对老师来说是很不一样的意思。必，必呢，就是1946年开始啊，对，开始有一个剧作家什么简国贤呐，是，他就下一个也必，按呢戏啦，开始他就请一个松导演，对，琼海他们就在中山堂演出，是，那时候很轰动。那很轰动呢，主要就是因为他这个戏里面呢，对，就是讲一堵壁，隔开2边，一边是囤积米粮的这一个摊商，对，另外一边就是连这个吃饭都吃不饱的一个劳工，是，最后这个劳工呢，他就是和他家人一起自杀，然后面对这个壁，壁啊壁，为什么我不能够打倒
这个币，我能不能推倒这一个币，对不对？它开始呢，以为也是下 S 是用那个闽南话下来哦，闽南话下一个就是很容易流传嘛，很容易流传呢，这个币底下的台语，有另外一个意思的壁啊，壁就是另外一个意思的壁来壁去。啊，壁来壁去就是欺骗的意思。是哦，欺骗呢，是安怎欺骗呢？迄阵的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台湾的时阵，官来到台湾的时阵，因拢欺骗老百姓嘛。就是安尼感觉，就是按你这样的感觉。所以其实讲的真的是，我觉得也许。贫富差距的问题，其实也有可能有很多嘅后生意，唔係真了解按样嘅感受。唔講我相信看电視嘅鄉親朋友，係講有經歷過1940幾年到1950幾年那個比較動盪的時代，那個感受會特別的強烈，對不對？所以老師其實是用了那樣的一個原著。然後當然經歷後來的小說文學作品，然後到電影，然後再到今天按用嘅舞台劇，大家就會發現說，其實老師，那你這一次的戲其實是一樣的概念，但是是重新詮釋，然後你可能是拉出來去看那個時候的一部戲的那種感覺。對，以前是當然就是投入嘛，對，投入當然就是我們對那一段被壓殺的歷史。以前我們就把那一段演給你看，我們的感覺是這樣。但是現在我們希望說戲劇的表現裡面有現在的觀點，是，所以他們這個演員在歷史的那一邊，他們也會跑到歷史的當下，對，就是現在的時間，是來和觀眾講說你們當時候看到的這個歷史，對，是你們真正想看到的歷史嗎？我們必須承認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是活在1940、年代那個年代的人，你看戲的感受，跟你現在2020再回來再看那一段歷史，我相信他自己人生的感受也很不一樣。歷史提供我們一個反省了，是，那這個反省是讓我們看到現在。對，不過很有意思哈，大家可能會知道講，我講到按都帶係講乜解呢？其實因為大家會知道，你看到欣賞其實係以1946年到1950幾那一段時間的那安永跟港口為背景，大家就都得理解，在那個時候其實有很多的壓迫也好，很多我們可能熟知的歷史事件也好，對，然後我們大家會說白色恐怖時期也好，所以其實欣賞啲高希嘅作品程度有青島嘅作品，其實同高雄市的白色恐怖係有關係嘅。對，所以老師，為什麼老師這麼多部的作品特別跟這個時期的時空有關聯？代表老師對那個時候特別有不一樣的感受，或是不一樣的想象，是嗎？一擺很多嘅去年哈，做嘅咩1950年代飯店行嘅戲嘅事啊，對，感謝也客委會哈嘅支持啦哈，啊就係講前年係客家運動30年了，客家運動30年之後，我年輕的時候在《人間》雜誌的時候，對，我就有編了一個那時候有寫過一個報道，是那個報道就是關於白色恐怖還有公運，對，那這一個那時候。就是那個報道改編的，就是我們在前年的時候做了一個范天涵，和他的兄弟們。那這一個戲呢，後來在那一年得到台新獎，的那個入圍一百年就要做戲呢，就是頭先有講的哈，就會講的醫生眼前下來。他這一次做這一個戲呢，他主要就是說，還是希望呢。在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轉型正義的這個概念底下，對，我們去怎麼樣重新看待白色恐怖的這件事情，對，和當時的地下黨的人的關係，對，然後呢，和當時地下黨的人的關係之外呢，也就是說，除了戒嚴的統治，發生這個事情之外，國際的情勢，對，也是影響的那一件事情的，對，重要原因，對，所以主要把這樣的一個情境。把它勾勒出來，就會有壓氣了。嘿，我自己嘅感受係清晨，因為我會覺得，在那個時候是不能講這件事情的。永遠咯。對，我們是不可以討論的。所以在那個年代出生的人，他其實在潛移默化當中會被教育成一種，我很多事情。我不可以分享，我說的是更深一個層次的感覺，我不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我不是說分享那個事件，是我會造成連我很多自己內在的事情，我都不習慣分享，因為我們習慣嘴巴閉緊緊的。不過你想想看，在2020的現在，我們可以很自由的去表現這件事情，甚至老師可以有一個你很自由的空間，重新去詮釋在那個時空底下的任何想象跟任何故事。所以我會覺得這是一件很值得
我觉得跟大家重新再一次看待那段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。我是戒严时代长大的一个世代的人，但是我觉得戒严时代解严，1987年解严以后，对，到现在，其实我们的社会当然民主自由的这一个前提，但是呢，我们在关于这个这一个经济上的问题，这是全球性的危机的问题，对台湾的冲击也是很大的，是贫富的问题，对，他用不一样的方式呈现出来。是，古所讲呢，也是历史的戏，没现代戏啊。没错哈，哇，大家还有嘛个精彩嘅内容，就得了大家来讲，你等下常来讲。看你啦短片咧，家家啦分享你感觉内边世界短片地图看到，其实系俩，所以个五主讲起系你个新闻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梁新文，很高兴来到这里，欢迎。好，听你来分享，大家家下咪有看到嘅系你个提醒嘅线上我是文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周艺文，很开心来到节目，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的演出。耶，好棒哦！我觉得今天真的好开心哦，我是真的好开心，可以邀请到老师还有2位一起来到这边分享。哇，3月6号、3月7号，这个礼拜5、这个礼拜6，我们就马上要在宝藏岩，而且是户外的场地哦，跟大家分享的老师这一次的全新创作。一种表有没有？一种表。刚才我们有看到一段，其实像是我们的新闻读物，然后跟老师的提琴搭配，这个在我们剧中也会看到，对吧？会，亲有意境给感觉，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？就是在西种表里面的女主角惠子 Keiko。那她是跟她先生一起，她先生是个剧作家，然后有成立一个剧团，所以她帮助她先生一起经营那个剧团。那就是刚好那个年代，就是其实在这个剧团里面，他们有遇到，应该可以讲蔡瑞月。对，他们就是那是事实，对，那是事实，就是遇到蔡瑞月跟蔡瑞月的先生雷时宇，他们共同来找，就是我们里面主角就是简国贤一起就是来做一个舞作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先生为他写了一首诗叫《假如我是一只海燕》，就会像我演假如我是一只海燕，然后就来找简国贤这样，所以就是喝了魔多什么？
有周成，可能某周上。那所以就是那个惠子就是在旁边，就是看到了就觉得很想跳，就偷偷的就在旁边学习那个舞要怎么跳这样子。所以同时就是我在表演的过程，其实在演的时候去安排这段舞蹈的时候。他要找回当年蔡瑞月怎么去跳那支舞，其实很困难，因为现在找不到任何的就是影像，对，就顶多一些照片，然后所以就是等于同时也是在这个编的过程，也是在表现出当时那个时候的那一位女性，就是惠子，就是她其实应该也是有一个想要表达自己的欲望，可能就是透过这个舞作。去把自己的情感去传达出来。那如果我这样说的话，那像你刚才那样的一个表现，其实也是你自己的诠释，你自己的想象，跟你对那个东西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在做，就是在去编这支舞的时候，就是对这个角色，然后还有以及去想象那首诗，因为那首诗虽然是已经是50年代，但现在来阅读再看那首诗，其实。他也可以应对我们现代人，他完全是没有很清楚的知道说他有时代性的没有。对，现代的人也是可以去回忆那首诗的。因为假如我是一只海燕呢，飞在海洋上，对，要寻找自由的意思。是，我也好想飞在海洋上哦，展翅上空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刚才那一段诠释的时候，可是我觉得因为它搭配的是提琴老师的伴奏，然后那样的音色，我们常常讲说它是一个好像是比较低音的、比较低频的那种感觉，所以看起来的时候特别有。我觉得老师，我讲真心，我这样观看，我觉得我倒也没有真的觉得我遨游的感觉，我反而会觉得我特别的。我反而觉得是有一种淡淡的哀伤的那种感觉，我好像想要去突破那个禁锢的氛围。所以老师你在诠释这一段，你自己应该也有你自己很强烈的感受吧？其实我们在创作这段音乐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做了蛮多功课，因为想说这个是蔡瑞月老师的作品。当然，虽然在里面不是这样的片段，但我也去阅读了蛮多资料，也在试想说。蔡瑞月老师当初他在创作这个舞作的时候，他心里想象的音乐或者他的心境会是怎么样？那其实我们曾经先创作了第一段音乐，但是觉得那个东西太开心了，对，太快乐了，好像只是一只单纯的海燕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不管是回到当时的年代，或者是作为我们现在的人在看这段文字，我觉得它其实还有更多的。包袱也好，或者是对于不管是未来都有很多的未知，对，所以我们后来换了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旋律，希望是在提琴的这种比较内敛的音色里面，又有一点挣扎，可是又有一点期待，对，然后对未来的一些向往，这样子交错在里面。是，所以我刚刚听起来，我才会觉得，其实我听起来是有一种悠悠的哀伤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所以跟那个提琴的音色搭起来，再加上老师的那种舞蹈，是特别的有暗涌给感抒，真情可以暗涌你。或者说回到这一部戏，你想想看哦。我们光刚讲那一段舞作就有这么多意象跟意境的感觉，但其实这整部戏在呈现的时候，对导演来说其实也是很魔幻，对不对？又写实。我觉得我真的很爱用魔幻写实。等到我遇到我不太会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就说很魔幻写实。黑毛洗澡最没做这样的工，因为讲哦，人家庆祝的事情就是讲。刚刚那个阿满讲的哈，有一种爱感觉啊 cello 哈，是最能够进入历史的记忆，还有拉出一些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情感的，对，这个一个乐器，我非常喜欢 cello，然后就是大提琴，是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刚刚的那一段戏，当然除了这一个意境之外，它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啊，就是说，因为坦白说，就是这个戏里面这一位就是News 扮演的这个女性的角色是编出来的，很多部分是编出来的，那是我编出来。我编出来，我为什么编出来这个事情呢？就是条要有讲哦，就会白色恐怖的历史啊，有亚洲的历史啊，过去啊全部
男演哈，在主导的比较多啦。对，就是说，因为受难者是男的比较多嘛。对。然后发言是男的比较多。对。但是我们也因此在这几年的很多田调里面，我们发现了，比如说有很多的受难者的家属，对，其实他们不是附属的啦，对，他们也是受难者，对，只不过他不是在牢房里，对，他是在日常的生活。对。那这一个事情对于我们这个戏的原始对，就是简国贤他的妻子而言，事实上是恰是如此。我觉得真的是所以这一部戏为什么像新闻女主角是老师，我们几乎是从女性的视角、女性的观点去，挺重要了。这真的很重要，因为以前我们常常讲受难者，但是想想受难者的老婆。对不对？那种感觉，我在过去当然有很多很明确的历史故事，跟很明确的故事事件，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可是我们真的很少真的去听到你对这件事情的感受，跟你对这件事情的想象，跟你受到的那个难处是什么？对啊，你常常看的，有时候你跟你的那个丈夫拜拜的时候，哎呀，你根本不知道那个背影，看着他的背影，你不知道他会不会有回来的那下一刻，就是对不对？哈。他有可能，那个背影有可能是你这辈子见到他的最后一次。对，所以这部戏我觉得醒常也是从一个 Simon 影给管亮出发，最重要了哈，就是我们在重新诠释历史啊，对，然后把历史拿到当代来说，我们怎么样让它有一个新的意涵？然后我一开始构思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我想到的是这个女性，对。就是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作为一个核心的，对。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让他所扮演角色，他有他的观点，对。然后这一件事情大概是这个戏里面比较特别、很重要的核心。好，对。哇，唐伊咧只是动改内容做得到大家来讲，先聊下，你等下长来讲。欢迎昨天绕墙的中挑新闻，还有你的疑问来到节目地读了大家的分享，好棒哦！这礼拜就有一部我们的舞台剧要隆重登场了，好期待哦！有没有很紧张？有。你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很老套，可是其实很重要吗？对啊，很老套，可是很重要。对啊，好棒哦！对，好。抬高期待的快意。好，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我们在剧中的故事也好或什么。不过我觉得这一次，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故事好多好多。不过我要特别来讲一下，就是新闻黑哈港语嘛，对不对？你为了这一次，你还特别练了客语。有啊，有吗？讲的唔好啊。很多练日文。哦，所以练日文。对演员很辛苦因为公司在发，你给临时就自然语嘛。你遇到什么样的人，给临时给公麦发，你就会公麦发嘛。语言嘅问题去台湾啦，就特别重要啦。真嘅，就是日本时代，日本时代就讲日语，对，叫做转过来是叫讲台语，很多讲客话。官方跟有官方跟这个普通话。对，黑公你会看写实，有猛来一些公，你真的要回到那个时代跟氛围，要那个时代的现实的时候，真的多元。对，就会很多元。最好大家都讲一种语言，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所以，可是因为讲那么多语言，对演员的诠释其实会影响表演呢。会，我有。我觉得老师为什么我觉得新闻有点紧张？我有。尤其是日语啦，因为日语。对当时的人来说，可能对他们来讲算日常生活语，因为它可能是母语啊，对，就像母语一样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我没有学过日语啊，所以变成是，对，就是要去记那个拼音，然后硬背，然后对，但是又要怎么样讲的自然，对，然后而且不是除了讲的自然，还要包含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境，我为什么会讲出这个话，然后也要赋予情感，这样，对，这个就很困难。新闻是那个从法国回来的，所以我有一次应该要安排讲法语的戏啊。刚开始排练的时候啊，我都说啊，你是用法语在讲日文，有法语腔，好浪漫哦。不过，而且我还要再讲一个更难的，可能新闻刚刚没有讲的。我觉得除了背语言，还要有情感诠释。老师，你这是舞台剧不像我们演戏还可以喊 NG， 对，是不是？你真停碰 P 跟时间，真停共后呢，导演排戏再来一次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就一路就演完。做戏剧
剧是不是通常忙的就是这个事？对不对？你不断的排练就是为了这个事，就那个一刻那个 moment， 对，你要拍电影不一样，对。对呀，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压力的来源。我先掌声鼓励一下。对，而且这一次还在户外。丢，老师。来听说哈，因为讲人家宝藏演哈，你还3层剧场，对，就是蔡氏剧团其实做去懂演的、深演的。然后我们为什么在户外呢？比如这出戏来说，演的就啪，对吗？错啊，几个外的剧团给哈，跟我播人家演出的所在啊，就有一堵啪。对，它那个啪呢是很老的啪，对。然后我们的真实的啪就出现在那个剧团里面，对，人家就你要那请全部毛。对，我听那个企划在访问老师的时候，老师说这是一种残余的美学。对啊，你看你就要用按奶又按抽象跟名词跟他没有，我还讲谁？其实没错，因为其实你说残余的美学，你要诠释这句话，当然非常非常多，从那个时代、那个时空到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诠释，对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特别。你看，我们大家看戏会进剧院看戏，可是这好棒哦！我们可以在一个暗涌的环境里面，空气也比较流通，是不是？大家不会担心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没错，老师真给，你看，真给呢，真给刚刚好。我们会把那个帐篷拉起来，就空气就流通。对，你看到不但大家暗涌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会吗？又暗涌给环境，然后又有这个，我是觉得可以在现场还可以听到这样的音乐，我觉得跟我们在户外听交响乐跟感觉会共用给有冇是一种响宴。大家暗涌也不过要不要给引哦？其实替替请到伟杰来当音乐总监。我私底下跟他聊，他说他也是压力很大的。伟杰啊，他通常很容易压力很大，是吗？没错。你看伟杰给不易没有来上节目，就会被我们这样子陷害，有没有？对，不过。艺文老师有特别要分享，因为这次音乐也是跟伟杰可以说有很多的接触，很多的合作。对，其实我跟伟杰也是认识合作蛮久的伙伴。那当然，这次音乐主要以伟杰的他的创作想法为一个基底。对。但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最好玩的是我们在剧场的排练过程中，或者是在这个音乐的互动中，有很多的讨论，甚至是即兴。我记得有一个片段，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处理的不好，之后我们就说，那我们就来制造噪音好了。对，没想到反而有一种不同的效果，然后也蛮符合这个里面的需要。对，那我觉得这次的音乐或者是乐团这个角色，在整个剧里面也是蛮有趣的。他有时候好像是一个局外人，只是一个声响，可是有时候好像又跑到戏里面，它也成为戏里面的一部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它不单纯只是一个音乐，它好像也在看戏，也在跟戏里面的人互动。对，所以里面会有一些即兴的部分还不少，其实，所以真的是心脏很大颗吼，老师这样，因为做，譬如我们就是户外嘛，对，然后我们过去的经验就是 live 的话，band live， 如果它是 live 的话，它不必只是来配乐，是，我对戏剧的想法比较不是这样子，是，就是说是共同参与，然后有可能的状态下，其实他们也是参与演出的，对，所以，但是没有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安静的观赏这个戏，对，好棒哦，按你想的啦，对，真的很魔幻写实哈，随时就在剧中，随时又跳出来看戏哈，按我给干过，而且我们谈一下黑共有按我给桥段，黑妹你连续2天都可以去看。因为有可能会有某腔嘅内容要引哦，一些些的杠稿，从我看老师一直点头，抽，这就是我们神秘的地方了，黑毛，对吧？这个戏剧每天演，每天状况不一样，超嘛哈。所以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，当一个编剧也好，当一个舞台剧的导演或是演员，或是任何演出人员，为什么舞台剧迷人？我觉得这也是它迷人的地方，因为它非常的现场，然后你收到的回馈非常的及时，对，然后前面很努力。一直练习，就在台上那一刻又可以很尽情，对，然后结束之后就可以好好去喝一杯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哎呦，海参呀，中午喝一杯绿茶，肯定要，对，所以在我们从节目一开始，有讨论都亚哈给时间，其实你看我们现场就有3个 C M A 嘛，哈，我们都女生嘛，啊，这部戏又以女生视角，其实还是有2位男演员在里面啦，对吧，先生？对，因为讲呀，其他的用啥哈，最重要了哈，就写呀剧本的哈，就比啊，
这剧本写的简国贤，在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了。是1946年的时候推出，然后1947年228的时候就被禁嘛。对，看他怎么样，他推出这个剧本以后呢，他当然要找一个导演，就是他的伙伴。对，演艺伙伴就是宋飞我。宋飞我就是他是一个功夫实验员啦，讲古的人。伊就讲过，伊比如讲，伊迄阵伊就编一个广播剧，是迄个广播剧，广播剧。那个就是土地公游台湾了，对，土地公游台湾，都在讲当时的现实的事情。是。其实按呢情况就是两沙合作，组一起来剧团，从这日据时代末期，就功夫初期，对，那功夫初期呢，因为个你把那个死，对，比如说壁就碰壁嘛，是，壁碰壁以后呢，也两沙也是悲剧的命运了，对，也松斗烟呢就逃难去那个大陆嘛，是，我觉得我听老师这样分享，就是说像。那时候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，我觉得他们那时候真的很勇敢所以那个时候的比较是社会主义，比较左翼，比较左派，比较理想，比较乌托邦。哎，我给刚讲。不过我现在看你们3位，我有同样的感觉，我也觉得你们好了不起哦。感觉上也是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每个人扮演自己的角色，都好努力的在这一块耕耘，跟在这一块前进，然后表达一种意念，表达一种想象跟感受，我就觉得是很棒。所以台嘎。这个节目的最后1分钟，请3位来帮我们宣传一下，邀请大家来看戏好吗？没有蕊到这一段黑吗？老师，那新闻先好了，来，3月6号。哎呀，本来想说讲客家话，来台港二轮可以哦，台港二轮可以。3月6号、7号，星期5、星期6晚上7点半，对不对？老师在哪里？这个宝藏岩国际艺术村闪耸剧场广场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哪里买票？就是两厅院，对不对？轻便胆嘛，这样就可以来看戏，对不对？好哦，用亲朋友爱用幼堂都动清楚嘛，就大家记得咯。816幼行的时间，大家请朋友共下来。没做的双月来差事剧团的粉丝页了。哦，走的，请没到。每周的戏都差事剧团的。有改粉丝页所以绕墙你改用亲朋友大家共下来看戏，所以今天很谢谢导演，谢谢我们的女主角，我们的老师，好，听你下来怎么改的中人同的哦。